揾我下午茶？成日都想約你噶啦，不過夾唔啱時間啫嘛。係咩？你一定有啲事嘅。咁都俾你識穿。之前咧，你咪喺電話同我講有個幾穩陣嘅賺錢方法，仲叫我上網睇嗰啲公司宣傳影片嘅。我睇咗啦，話間公司咧好似幾堅咁噶喎。條片咧仲話佢哋同個 Google Go 啊、Yahoo 嗰啲大公司合作。哇！仲有啲咩國際足球賽事咧都有份贊助噶喎。係啊咧，嗱呢間公司咧主要係做網上影視娛樂嘅生意嘅。咁我哋首先咧就俾錢，然後 join 佢哋個 plan，咁就可以自動成為會員噶啦。咁如果我哋覺得個 plan 好用咧，咁我哋就再介紹多啲朋友入會。咁越嚟越多朋友入會嘅時候咧，咁結盟會會員咧就可以分到多啲嘅獎金噶啦。嗱，遲啲咧公司咧仲會集資上市添，會員啊可以優先認購新股。哇！遲啲公司一上市咧，應該可以賺幾個開添。嗱，呢間公司咧後日會有個座談會，咁佢會講解翻咧成個 service plan，同埋你 join 同盟會嗰個方法啦，跟住仲有你 join 咗會員之後有啲咩利益㗎。不如咁啦，你上去聽下先再決定啊。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madam? 我要個炸魚薯條， Fish and chips, 同埋一個凍檸水。 lemonade, right? Okay. 唔該。咦？點解你咁清楚間公司嘅？唔通你？我一早入咗會啦。咁即係話，如果我透過你入會嘅話，你就有獎金收啦。當然啦。嗱，第日咧等你入咗會之後，可以好似我咁樣介紹多啲朋友入會用佢哋個服務，咁咪可以賺獎金咯。咁啦，呢餐我請啦。又好。喂，你之前咧咪話去旅行嘅？去邊度？小姐，你嚟聽座談會㗎嘛？啊，係啊，不過估唔到有咁多人喎。梗係啦，好多人啊都想好似你咁成為我哋結盟會嘅會員㗎。一陣咧，你喺度排隊咁就得㗎啦。今日由於人數太多啊，所以我哋個座談會咧係會分幾個會議室進行嘅。哦，係啊。麻煩你俾個身份證我登記，轉頭咧會有同事帶你上去㗎啦。唔該晒。哇！呢個座談會咁多人，呢間公司真係唔講得笑㗎喎。我哋公司所提供嘅網上影視娛樂服務咧，係會由大家幫手對外推銷㗎。呢項服務咧係會以年費計算，就25,000蚊。而你哋咧就可以直接成為我哋公司結盟會嘅會員㗎啦。你哋每介紹一位客戶成功加入而且使用呢項服務嘅話咧，公司會俾1,000蚊獎勵大家㗎。同樣，你哋所介紹入會嘅會員，再介紹其他人入會嘅話咧，你哋都係會有獎金作鼓勵㗎。咁即係介紹一個人入會嘅話咧，就有1,000蚊，10個就1萬蚊。哇！加埋之後介紹嗰啲咪，哇！5年前，我係一間投資公司嘅小職員，轉職嚟到呢間公司，透過銷售呢一項服務，賺取到我人生第一桶金。由以前賺萬零蚊個月，到而家唔怕同你哋講，我至少揾10萬蚊一個月。有時生意好仲唔止呢個數添。今年年尾公司會正式上市，作為會員可以優先認購新股。上市之後，公司嘅股價肯定會以倍數上升啊！到時作為會員嘅你哋，肯定賺到笑啊！係真唔係啊？真係咁易賺？你講得啱，絕對唔易噶，一定要係一間具規模、有實力而且有可靠嘅公司，再加上喺市場上有價值同埋高質素嘅產品。最重要一點係完善嘅公司管理，就好似我哋公司咁，有幾個高層都曾經喺全球10大企業公司裏面做過。阿 Chris， 主席嚟咗。就好似大家見到呢位 Jimmy 5係我哋公司主席，俾掌聲佢啊！大家好啊，主席同我哋講幾句啊。咁好啊。嗱，我話簡單咁同大家講幾句説話啦。首先大家要記住，選擇
比努力更重要。點解？我記得當初我放棄大企業管理層嘅工作，選擇咗網上服務或終身嘅事業，我正確選擇。因為今日除咗呢間公司，我另外一間幾年前成立嘅公司，直到現時為止，佢嘅市值比當初成立超過咗過百倍嘅增長。所以我今日向大家保證，你哋嚟得呢間公司加入結盟會，係你一生之中最精明嘅選擇。好啦，Chris，交翻俾你啦。唔該晒主席。拜拜。相信大家都對結盟會同埋網上服務計劃有一定嘅了解啦，係咪？一陣間我同事咧就會將結盟會嘅申請書派俾你哋嘅。有咩唔明，直接向我哋查詢。琴日咧，我裝咗一個網上娛樂影視嘅服務計劃啊！除咗可以用呢個服務之外咧，仲可以賺錢㗎，係咪好叻啊？賺錢？點賺啊？嗱，即係話咧，如果我介紹你用呢個服務同埋做會員嘅話咧，我就有1000蚊獎金收。如果你咧又介紹第二個朋友入會嘅話咧，我同樣都有獎金收㗎，如此類推。咦？即係呢個計劃係你不斷揾新嘅朋友入會，你先可以賺錢？咁似我早兩日喺警訊睇到嗰個咩層壓式騙局咧，不斷去揾新嘅人去入會先可以賺錢嗰啲咧。喂，其實你有冇 check 過呢個計劃係做啲咩㗎？好似嗰啲咩網上擺片啊、睇片嗰啲咁樣咯。哇！你乜都唔知嘅，你90%俾人呃咗啦。吓？唔係啩？林 Sir 啊，喺較早前嘅片段所見到，片中嘅主席、職員同埋事主嘅朋友都干犯咗最新嘅禁止層壓式計劃條例喎。係啊，新嘅禁止層壓式計劃條例喺2012年1月1號已經正式生效。等我同大家講解一下新法例嘅一啲重點。第一，喺新法例底下，層壓式嘅定義唔再一定要涉及貨品又或者服務，只要我哋證明新參與者之所以願意支付參與費，係完全或者相當程度上有人用招募得益去誘使去參加，而依項招募得益亦都完全或者相當程度上嚟自介紹另一個新參與者加入呢個計劃，即係俗稱嘅拉人頭。咁呢個計劃就屬於一個層壓式計劃。簡單嚟講，即係一個將重點放喺拉人頭嘅計劃，無論有冇涉及貨品又或者服務，都係違法。第二，任何人明知自己參加咗一個層壓式計劃，仍然誘使其他人參與，都要負起刑事責任。例如，一個人明知自己參加咗一個層壓式計劃，佢亦都明白到呢個計劃嘅得益係完全或者相當程度上嚟自拉人頭，但係因為佢貪心又或者想揾快錢，仍然誘使其他人參與。咁佢同推廣呢個計劃嘅人一樣，都已經觸犯咗禁止層壓式計劃條例。第三，新法例嘅最高刑罰係罰款港幣100萬同埋監禁7年。